每個月都會收到一啲 WhatsApp 嘅公司咧 send 嚟一啲好昂貴嘅帳單。咁我哋呢個系統咧就唔需要，係好簡單咧，可以咧用1個月費咧任你 send 發所有信息。但係如果你話喂，我想做埋一啲嘅藍剔號得唔得啊？我哋個 system 可以兼容2個號、3號、4個號，任由你自己決定。咁我哋個 WhatsApp 嘅 CRM 系統咧係可以對接埋個 ERP， 當有找數啊、對單啊、客戶管理啊、做 booking 啊，咁全部都可以對接埋一個 AI 嘅自動回覆，幫你 grab 一啲嘅 data 啦，餵俾個 AI， 而 AI 好聰明就知道去幫你覆返你個客人嘅。咁我哋呢個成個嘅系統咧都好簡單，呢個價錢已經包晒㗎啦。另外，如果你做一啲廣播啊，或者一啲推廣群發信息嘅時候咧，可以用埋個系統咧，幫你 grab 一啲成個 system 裡面嘅 ERP 嘅資料啦、CRM 嘅資料啦，可以一次性過萬個客一次 send 俾佢哋，令你嘅生意咧更加實實際際地可以落得到。咁同埋一樣嘢啦，用開一啲嘅 WhatsApp 咧都會擔心，喂，bundle 咗我哋嘅 system 之後咧，會冇晒所有嘅客戶資料。我可以話俾你聽，唔需要，同埋唔需要一定用我哋 Apps， 繼續用翻你嘅 WhatsApp 咧，直接就可以繼續使用翻所有嘅原有嘅功能，客戶仍然喺度，所以係好簡單，掃個 QR code 就綁定咗一啲嘅客戶資料 ，send 信息啊、狀態更改啊、同客戶溝通啊，駁埋隻 AI 自動回覆，咁全部都一攬包辦晒，好簡單。我哋嘅 system 裏面咧有個對話嘅頁面啦，咁可以同一啲嘅客人咧喺個 WhatsApp 上面去做溝通，同埋可以選擇翻用邊個嘅電話 number send 出街。咁例如我撳入去啦，可以睇到同你哋一啲嘅對話內容啦，咁可以留言啦。之後咧有啲相關嘅 item 咧你想做，咁就可以直接打入去都得嘅。咁咧你可以睇到一個基本嘅內容啦。消費嘅記錄啦，跟進嘅 remark 啦，之後仲有啲相關嘅報告啊，有啲咩產品你會有興趣嘅，你可以度自己做 search。咁呢啲產品 database 可以跟翻你特定嘅要求啦，去自己 remark 翻邊個客人中意啲乜嘢咧，可以記翻低落去都可以嘅。咁仲有啲附件啊、payment 嘅 record 啦，可以度自己 upload 翻入去啦，睇翻所有客戶相關嘅一啲資料咁樣嘅。咁我哋同傳統嘅外面嘅公司有啲咩唔同呢？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例如我而家 send 一個訊息，可以用翻你正常嘅一個普通嘅 WhatsApp 咧，去作為一個 agent 幫你哋去同佢哋溝通嘅內容。兩部電話就喺度自己已經對答緊㗎啦。咁所以咧就唔會話好似坊間所用嘅藍剔號咁樣，一掹走嘅時候，所有 WhatsApp 訊息連你個 WhatsApp 都用唔到㗎啦。咁佢哋好簡單嘅啫，直接就會出咗一個 QR code 嘅位置。就直接攞個 QR code 掃一掃，掃完之後咧，大概10至15秒嘅時間咧，咁就已經綁埋咗㗎啦，就已經係可以直接攞翻個電話 number 咧，作為喺個 system 裏面用㗎啦。send 發信息，依度嘅 WhatsApp 已經直接收到，同時間咧依度實時已經收到㗎啦，所以掃一個 QR code，咁兩邊已經綁定咗，隨時你用 WhatsApp 去覆又得，界面覆又得。而家掃一個咧，幫你哋揾生意嘅 AI 爬蟲功能，咁喺度撳入去啦。你想揾嘢，你直接同佢講工程公司，咁你需要嘅內容咧就可以喺度自己揀翻㗎啦。要 website 要 email， 要額外嘅嘢可以自己撳掣打嘅。咁呢度會有個 chat box， 有啲咩問題你可以用個 AI 去同佢溝通。咁如果我淨係需要一樣嘢，我就係咁開始嘅話 ，AI 爬蟲咧就用咗個 AI agent 咧去幫你去揾一啲你想要嘅相關嘅資料，咁連埋佢哋嘅網站啦、email 啦、公司電話啦，咁你可以揀用咩電話 number 去 send 信息俾 AI 揾出嚟嘅客戶。正常咧，我哋一定會揀藍剔佢㗎啦。藍剔佢可以實時咧喺1分鐘內 send 晒所有資料。如果你話我用非藍剔佢嘅話咧，你可以 set 翻一個間距嘅時間。咁你用咩嘅模板去 send 出去啦？所有發送嘅內容嘅客戶資料咧就已經出晒喺個位置裏面㗎啦。咁你可以睇到 send 嘅咩 item 啊、咩內容啊，之前有冇 send 過信息俾佢都可以喺度睇得到。咁如果我撳晒全選，咁呢度睇到個數量啦，你會 send 幾多？當你撳發送嗰下咧，就已經 send 咗出嚟。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開埋個叮叮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睇我哋嘅新片啦。